親愛弟兄姊妹晚安，請大家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去參與今晚嘅聚會。讓我哋一齊去宣告我的宣言，去開始今晚嘅公禱會。教會倍增，人人有責。我是神所創造，獨一無二，並擁有神賦予的無限潛能。我要凡事謝恩，並感激每一天的恩典。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奇妙的計劃。我將依計而行，天天忠心於主，努力盡上神兒女的本分，榮耀神。我會時刻主動關愛並服侍他人，每周與朋友分享我的信仰，鼓勵他們參與教會的聚會和活動，幫助他們靈命成長。藉着這些行動，期望教會倍增，讓更多人認識主，深信主必使用我，讓我的生命充滿意義和價值，每天開心微笑不斷，因為我知道我正在為他人帶來祝福。讓我哋以禱告去開始今晚嘅聚會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懷住謙卑感恩嘅心嚟到你嘅面前，感謝你賜福昨日嘅嘉年華會喺美好嘅天氣裏邊順利嘅進行，使我哋有機會與人分享你嘅愛同埋恩典。求你賜我哋專注嘅心，聆聽你帶應許嘅教導同埋提醒，並以順服嘅心作行動回應你嘅呼召。求你垂聽我哋嘅祈求，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成就你嘅旨意，使我哋一切所行嘅都能夠榮耀你嘅名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，誠心所願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會從撒母耳記下睇一個核心嘅信息。神看重嘅唔係一個人係咪完美，而係喺跌倒之後願唔願意真心嘅悔改。神曾經同掃羅咁講，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他心意的人，呢個人就係大衛。佢唔係冇犯過錯，而係佢犯錯之後願意承認悔改並且回轉，呢個就係合神心意嘅關鍵。撒母耳記下大致可以分為4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係大衛登基，以謙卑同埋敬畏去開始。大衛因為掃羅父子戰死而哀哭，作咗挽歌，顯示咗佢對神所立嘅人嘅尊重。而國家最初係分為南北兩個陣營，南營係猶大擁戴大衛，而北方各個支派係擁立伊施波設。當伊施波設政權瓦解咗之後，以色列嘅眾支派自願歸向大衛，咁樣國家終於統一啦。而大衛都遷咗去耶路撒冷，並且迎接約櫃去進城。喺刻佢忘我嘅喺神面前跳舞，表現出佢真正嘅敬畏同埋喜悅。第二個部分係大衛嘅犯罪，佢跌倒卻不隱瞞。大衛喺國勢鼎盛嘅時候犯罪，佢奪咗人妻別是巴，借刀殺害忠臣烏利亞。神藉住先知拿單指出佢嘅罪，大衛就立即嘅痛悔，並且寫下悔罪嘅詩篇。雖然神赦免咗佢，但係犯罪仍然會帶嚟後果。佢同別是巴所生嘅仔要死，但係神仍然俾佢重新嘅盼望，賜佢一個新嘅兒子所羅門。第三部分係大衛家庭嘅危機，罪嘅後果喺家裏邊蔓延。長子暗嫩強暴咗同父異母嘅妹妹他瑪，而他瑪嘅親哥哥押沙龍為咗幫妹妹報仇，殺咗暗嫩。大衛因為縱容佢嘅仔，冇施行公義，引起押沙龍更大嘅叛變。押沙龍奪咗位，逼大衛逃跑。最終大衛靠住神奪回皇位，但係押沙龍就俾約押殺死，使到大衛痛哭不得。大衛嘅軟弱提醒我哋，一個人嘅罪會影響整個家庭。而第四個部分係大衛嘅晚年，佢固執帶嚟管教。大衛堅持要數點民數，
動機係出於驕傲，咁樣得罪咗神，神就降下咗瘟疫，有7萬人死咗。而大衛痛悔咁樣講：呢群羊做咗啲乜嘢？願你嘅手攻擊我同埋我嘅父家。佢就築壇獻祭，神就係咁止息咗瘟疫。弟兄姊妹，撒母耳記下提醒我哋，大衛唔係一個完全嘅人，但係佢有一個願意真心悔改嘅心。而掃羅嘅失敗在於推卸責任，大衛嘅成就在於認罪回轉。合神心意嘅唔係因為我哋完全，而係因為我哋願意被神去改變。就讓我哋透過以下嘅經文去查考一下，點樣可以作一個合神心意嘅人。第一段經文係提到耶和華救咗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同埋掃羅嘅手，佢向耶和華所念嘅詩。撒母耳記下22章1至3節，耶和華是我的巖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難所。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。就讓我哋用半分鐘去禱告，讚美神嘅大能。第二段經文係提到大衛犯罪，同有夫之婦同房，神差遣咗先知拿單去見佢。撒母耳記下12章13至14節，大衛對拿單說：我得罪耶和華了。拿單說：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於死，只是你行的事，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。故此，你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此刻就讓我哋用半分鐘禱告，向神陳明我哋所犯嘅罪，求神寬恕赦免我哋。第三段經文係記錄喺撒母耳記下22章31節，大衛再次嘅提到神係我哋堅固嘅盾牌。至於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華的話是煉淨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作他們的盾牌。就讓我哋透過禱告感謝神作我哋堅固嘅保護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想係掃羅定係大衛呢？神唔怕我哋跌倒，但佢最怕嘅係我哋唔肯承認、唔肯悔改。但願我哋都能夠成為合神心意嘅人。接住，讓我哋為到自己、弟兄姊妹、被信者同埋教會嘅需要去禱告交託俾神。首先，我哋為到自己去禱告，求主賜我哋清潔嘅心同埋正直嘅靈，使我哋不隨己意，而係按神嘅心意去生活。
第二項，為到弟兄姊妹去禱告，求主賜下能力同埋夠用嘅恩典，使一啲喺壓力、病痛、迷惑同埋低谷嘅弟兄姊妹喺唔同環境裏邊仍然有盼望同埋力量。第三項，為到未信者去禱告，求主開啟未信者嘅眼，使佢哋看見神喺佢哋生命裏邊嘅作為同埋看顧，並且引領佢哋走進教會，認識耶穌基督犧牲嘅愛。第四項，為到教會嘅事工去禱告，求主興起弟兄姊妹侍奉嘅心，與牧師配搭建立教會，使更多生命得着關愛、醫治同埋轉化。教會今年嘅目標係888，每個月88000蚊嘅奉獻，每個禮拜80人出席崇拜聚會。喺嚟緊嘅3、4月，教會有以下嘅事工：青少年彩虹人生福音課程，3月22號嘅同樂嘉年華，4月開始嘅信樂暢遊班，同埋4月6號、7號嘅青少年生活營。最後，讓我哋為到購堂事工去禱告，求主賜福一人一處計劃，使我哋喺靜候聆聽神心意嘅時候，唔急躁，唔憑己意，讓購堂嘅過程成為合一嘅見證，彰顯神對教會嘅帶領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今日嘅教導，使我哋明白點樣去成為合你心意嘅人。願你嘅話語內住喺我哋心裏邊，堅固我哋嘅信仰，使我哋喺迷惑試探嘅裏邊站立得穩，喺日常生活裏邊為你作美好嘅見證。我哋將到4月份開展嘅幼兒暢遊班課程交託俾你。求你預備福音對象，吸引幼童同埋家長去參與，透過詩歌、遊戲同埋陪伴，讓孩子從小認識聖經真理，亦都俾到家庭有機會接觸信仰，經歷到你嘅愛同埋恩典。願呢個課程喺你帶領裏邊順利嘅展開，成為祝福嘅管道。我哋亦都為到教會嘅場地需要向你仰望，求你教導我哋喺等候裏邊聆聽你嘅呼召，唔急躁，唔憑己意，專心尋求你嘅心意。願整個嘅購堂過程成為合一嘅見證，彰顯你嘅大能同埋信實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，誠心所願。最後，讓我哋一齊誦讀主禱文去結束今晚嘅聚會。馬太福音6章9至13節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
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喺聚會結束之前，喺度再次呼籲大家喺嚟緊呢個禮拜裏邊，向你身邊嘅朋友分享你嘅得救見證，並且邀請佢哋參與教會嘅聚會。願主賜福大家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